Carrick is at the wheel。換帥之後嘅曼聯係無敵㗎。9年之後，曼聯再次喺酋長球場取勝，打破槍手今季主場不敗之稱。到底曼聯係點贏嘅呢？老實講，我都唔知。畢竟喺頭30分鐘主場出戰嘅兵工廠已經展現咗驚人嘅氣勢，憑住速度同埋體能將紅魔撳住嚟打。頭30分鐘，曼聯連過半場都難啦。相反，阿仙奴連沙尼巴都可以殺到入禁區，其實都可以睇得出兩支球隊狀態嘅分別。結果，阿仙奴都喺第29分鐘憑住奧迪加特反應夠快，將個波送入禁區，最後造成馬天尼斯嘅烏龍波，幫助阿仙奴取得領先。一般嚟講，打開戰局係最難㗎，偏偏原來呢個先係噩夢開始。跟住落嚟，當周中出戰完歐聯嘅阿仙奴想要控制節奏、減低消耗，結果呢個反而成為咗今場嘅敗筆。卡洛卡等待嘅亦都就係呢一刻，將着物全部放喺防守同埋壓迫身上，結果先啱啱開波，無奈安保姆就已經有一個單刀機會，只係當時被及時瓦解。但如果跟住落嚟連續3個，咁就冇咁好彩啦。安保姆從慢眼位壓逼到沙利巴回錯腳，蘇比文迪喺無助跑下調整失敗，結果安保姆亦都冇再甩拖。帶啲幸運成分嘅情況下，曼聯成功將懸念帶到下半場，而幸運嘅入波亦都培育出更大嘅信心。喺適應過阿仙奴嘅強度之後，曼聯下半場出到嚟開始更加夠膽用波。儘管道古同埋班奴嘅組織有啲甩咳，但反正搏一搏，道古都變巴爾啊！腳趾尾拉西微底彈入，攻入佢6場以嚟第3個入波，而呢個入波亦都徹底推倒咗半場時阿迪達嘅所有戰術。阿迪達亦都當機立斷，加快進攻速率，減少控制。58分鐘連換4個企圖收復失地，只係咁亦都正合麥加亞同埋馬天尼斯嘅口味。呢次嘅調動反而有少少兩頭唔到岸，但加強側擊亦都令佢哋攞到咗更多嘅角球，而今季佢哋嘅呢個最強護身符亦都終於見效，角球轟出，達文斯打唔到個波，美連奴執雞射入，酋長球場嘅氣氛徹底激活過嚟。只係喺最高漲嘅時候，有時都係最危險嘅時候。當阿仙奴打算全軍壓上，咁造成嘅就係後防空虛，簡單幾腳就打到阿仙奴中門大開，古亞推大位任射，第3次嘅中目標，造成第3個嘅入波。世界波嘅放題將阿仙奴啱啱起嘅火苗徹底淋熄，紅魔鬼亦都就係咁樣憑住呢個入波打敗榜首嘅阿仙奴。最後恭喜卡洛卡2連勝，亦都祝阿仙奴剩餘嘅球季好運啦！